今集同大家去到玉龍雪山同埋南越谷，跟住再到香格里拉嘅虎跳峽，仲有去獨克鐘古城同埋有小拉薩之稱嘅松贊林寺。精彩嘅內容你唔好行開啦！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。大家好，我係多士貓。今日係響雲南嘅第4日，我哋早上6點鐘就已經到咗玉龍雪山嘅山腳景區大門口。呢度係上玉龍雪山嘅必經之路，亦都係入山嘅檢票處。包車只可以去到客務中心對出嘅停車場。我哋跟住坐觀光車抵達冰川索道嘅排隊處，響呢個位置排隊上大索道纜車。登上大索道纜車之後，大約10至15分鐘就會到達玉龍雪山冰川公園嘅4506標高處。響纜車裏邊望出去嘅風景，除咗靚之外，亦都感覺到呢個雪山非常之陡峭。今次定製團幫我哋買咗450蚊嘅登山套票，呢個套票包括100蚊嘅入山費用，同埋140蚊嘅大索道費用，再加埋觀賞印象麗江嘅表演。上到山頂，依家嘅氣溫大約係-8度，咁難得上到嚟，梗係揾個標高處影翻張相留為紀念。我哋當日嘅早上，因為山頂非常大雪，所以上4680嘅棧道就關閉咗。司機大哥都有同我哋講，昨日嘅登山大索道都因為天氣唔穩定而關閉咗，禁止登山。所以溫馨提示大家，如果準備嚟玉龍雪山登山，記得要留意天氣。好啦，我哋坐索道落咗山之後，跟住就坐觀光車到南越谷。為咗要拍個靚特輯，大家睇下可以去到幾準。到咗南越谷，呢度天氣非常之唔穩定，凍之餘仲落緊雨添。咁難得先嚟到呢個景點，我哋啲團友冇因為呢個天氣影響到拍照打卡嘅心情。呢啲觀光車會沿住湖邊去到唔同嘅景點停車站，俾大家到唔同嘅景點打卡。好啦，我哋響南越谷打完卡之後，就坐返景點嘅大巴返去遊客中心。返到遊客中心呢個位置，周邊都好多特色嘅食肆同埋餐廳。我哋揾間餐廳簡單食啲嘢，預備晏少少我哋去觀賞麗江印象表演。響遊客中心對出嘅位置都有幾個唔錯嘅打卡位置。我哋嘅團友用完餐之後，都過嚟影返幾張相留念。響呢個位置，你仲可以望到非常壯麗嘅玉龍雪山。好啦，影完相打完卡之後，我哋就過去隔籬嘅場館睇印象麗江表演。坐響海拔3100多米嘅露天劇場，欣賞由張藝謀執導嘅原生態實景表演。呢個大型表演每日有2場，分別係下午嘅1點半同埋3點鐘，由10多個少數民族人員組成嘅300多人表演。呢個表演以納西族文化為主題，通過大型嘅舞台同埋音效，再以玉龍雪山做背景，效果都非常震撼。不過我覺得票價太貴，就唔會推薦大家睇呢個表演。但係如果你對民族表演非常有濃厚嘅興趣，都可以預留時間欣賞一下。好啦，睇完表演，我哋就坐車去到束河古鎮。呢個古鎮距離玉龍雪山都好近，比起麗江古城，束河古鎮比較古樸同埋寧靜，人流比較少。響呢度打卡
擺 pose 影下相就會方便啲。麗江三大古鎮裏面，束河古鎮喺茶馬古道上保存較好嘅古鎮，亦都係唯一可以騎馬嘅古鎮。呢度有條美食街，裏邊有好多特色嘅食肆同埋餐廳。好啦，遊覽完束河古鎮，我哋就返嚟麗江古城。依家大約下午嘅5點鐘，帶大家去睇下日頭嘅麗江古城又有唔同嘅景象。呢檔賣嘅冰淇淋9個9，可以攞嚟打卡。呢檔麗江特色米糕，15蚊有3個，30蚊就有7個。呢座大水車就係麗江古城標誌性建築之一。另外響麗江古城呢度，到處都見到好多鮮花，響日頭好適合女士們響度打卡。行下行下就嚟到四方街呢個位置，呢度差唔多係麗江古城最中心嘅位置，有5條道路通向四面八方。夜晚呢度非常之熱鬧，超多人流。呢度就係油紙傘街，響呢度抬頭可以見到漫天嘅油紙傘，無論係日頭定係夜晚，都係非常適合打卡嘅地點之一。呢度係一間網紅嘅餐廳，餐廳名叫櫻花餐廳。呢間餐廳分為2層，環境佈置得非常之精緻，堪稱一絕，好適合打卡。嚟到呢度就好多餐廳同埋酒吧，每間餐廳都佈置得非常有特色，而且整條街仲有一條好長嘅小河流。到咗晚上着咗燈，響燈光嘅襯托之下，非常之有氣氛。響網上邊好多人推介呢間餐廳滇西王子，今晚我哋就試下睇下有冇中伏。入到餐廳，環境嘅裝修非常之優雅精緻。我哋上到2樓用餐，響餐廳嘅中庭位置，響指定嘅時間會有民族嘅歌舞表演。我哋響大眾點評嗌咗幾個有特色嘅優惠套餐，呢一餐埋單總共都係500幾蚊，我哋6個人人均都唔使100蚊。總括嚟講，食物嘅質素就一般，但係加上響咁靚嘅環境用餐，我覺得可以推薦俾大家嚟試一試。今日係響雲南嘅第5日，依家我哋離開響麗江嘅酒店，前往香格里拉。早上嘅陽光影射落去雪山，顯得特別之靚。前面轉右手邊嘅方向就係前往虎跳峽同埋香格里拉。嚟到呢度，我哋嘅車停一停低，司機過去售票處幫我哋購買虎跳峽嘅門票。好啦，司機買完票之後，我哋再向前行多幾分鐘車程，就會到達虎跳峽嘅觀景區。我哋到咗虎跳峽嘅景區，向前面嘅扶手樓梯行落去，就會去到虎跳峽嘅驗票處入口。到咗虎跳峽嘅入口位置，對面有洗手間，有需要可以先去一去洗手間先。去完洗手間，我哋就入閘檢票啦。我哋經過驗票處，就會乘搭呢個自動扶手電梯去到虎跳峽嘅觀景台。虎跳峽嘅景區門票就45蚊，而上落嘅自動扶手電梯費用就70蚊。如果唔搭自動扶手電梯，可以選擇步行，有樓梯可以步行到觀景台，步行時間約30分鐘。
今日唔算好大水，所以見到江水都係碧綠色嘅。虎跳峽係長江上游金沙江橫穿玉龍雪山同埋哈巴雪山而形成嘅峽谷，係萬里長江第一大峽谷。另外，虎跳峽嘅峽底高度同山頂嘅海拔高度相差3900米，劃分為上虎跳、中虎跳同埋下虎跳3個段落，而峽谷嘅全長都有23公里，所以響大水嘅時候非常之澎湃洶湧。響虎跳峽觀景台呢個位置都有好多靚嘅打卡位，我哋嘅團友梗係唔會放過啦。好啦，睇完咁壯觀嘅虎跳峽，我哋就上返車，準備出發去香格里拉。前往香格里拉嘅道路兩旁仲有積雪鋪咗喺度。我哋嚟到呢個地方，見到有好多犛牛喺度食草，我哋就叫司機停一停俾我哋影下相。好啦，我哋架車嚟到香格里拉啦，前邊係一座大嘅白塔。當然，我哋嘅團友都想停車影返張相。到咗香格里拉，我哋首先揾間旅泊店租套藏服，拍返個旅泊寫真先。見到咁多民族服飾，團友們都非常興奮。嚟到咁遠又有民族特色嘅地方，梗係想影張相留念。好啦，我哋嘅團友換晒藏族服飾之後，攝影師就帶我哋嚟到大經幡呢個位置影相。呢個五彩哈達景區入去拍照，門票就每位9蚊。響大經幡裏邊已經擺咗好多凳，方便遊客企上去影相。因為張相要影得好睇，就要由低向高影先至靚。我哋揀咗個雙人情侶攝影套餐，服裝連化妝398蚊。我哋響大經幡影完相，跟住就過去杜克宗古城再影過。呢座古城係位於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，係一座具有1300多年歷史嘅古城，係嚟到香格里拉必到嘅打卡之地。好啦，我哋拍完相換返現代嘅服裝之後，就趁夜晚呢個古城着咗燈，再嚟遊覽古城夜晚嘅景象。我哋前面嘅位置就係龜山公園。嚟到龜山公園，唔淨止可以睇到最大嘅轉經筒，響山頂嘅位置，我哋仲可以俯瞰整個杜克宗古城。嚟到呢度，大家記得向左邊入，繼續上山。稍後我哋落山就會向右邊出返嚟。前邊就係大經筒，筒身係純銅鍍金製造，而筒嘅內部仲藏咗各種嘅經文，係暫時世界上最大嘅一座轉經筒。據說如果懷着誠實嘅心轉3個圈，就會獲得好運。面前呢座係大佛寺。呢座寺廟依山而建，寺廟響晚上燈光嘅照耀之下，金光閃閃，好似佛光初現。好啦，遊完古城，我哋就去食晚飯。呢間餐廳係響杜克宗古城裏邊，所以我哋行過嚟都好近。另外，響大眾點評搜索牦牛火鍋，呢間餐廳亦都係差唔多最高分。我哋點咗個5至6人餐328蚊，跟住再散嗌其他嘅肉類。呢一餐埋單都係500幾蚊，我哋6個人人均都唔使100蚊。呢間餐廳就算散嗌嘅肉類菜品，價錢都係屬於合理大眾化，而且碟碟都好大碟，值得推薦俾大家。食完晚飯，我哋就返去響古城裏邊嘅民宿休息瞓覺啦。響雲南嘅第6日早上，我哋而家前往松贊林寺。
呢度係藏文化博覽中心，我哋架車就停喺隔籬嘅服務區停車場。我哋就先入去博覽中心，了解下藏族嘅文化。我哋聽完藏族嘅文化介紹之後，就通過對面嘅驗票處，乘搭觀光大巴去松贊林寺啦。前邊就係有小拉薩之稱嘅香格里拉松贊林寺。香格里拉呢個地方雖然氧氣比較薄，但係信仰就非常之濃厚。好啦，我哋喺松贊林寺外圍打完卡之後，依家就進入去松贊林寺裏邊參觀。呢度有個不成文嘅規矩，前面嘅門檻唔可以踩上去之餘，仲要先用左腳攬過去。如果踩咗上門檻嗰度，就代表唔尊敬菩薩。松贊林寺係位於香格里拉北部，佔地約500畝，係雲南省規模最大嘅藏傳格魯派佛教寺院。呢座寺院興建於公元1967年，寺院嘅建築佈局遠如布達拉宮再現，所以被譽為小布達拉宮。如果大家想嚟遊覽呢個寺院，記得盡量安排早上嘅時間嚟，因為到咗中午打後，人流就非常之多，想影相打卡就冇咁方便啦。另外，溫馨提示一下，第一樣進入呢個寺院係唔可以着短裙或者係奇裝異服。第二樣，入去佛殿參拜唔可以戴帽同埋太陽眼鏡。第三樣，唔好踩門檻，同埋禁止拍任何嘅佛相。尊重寺院，大家就遊覽得開心，玩得又放心。好啦，我哋上午遊覽完松贊林寺，跟住我哋就出發去一個當地藏族居民嘅家庭。入到村落嘅道路，好多時都會見到有牛有馬喺馬路上行走，所以司機大哥揸車都好謹慎。好啦，嚟到呢個藏族家庭，主人家好熱情，邀請我哋入去大廳坐低，向我哋介紹佢哋藏民嘅生活文化同埋日常嘅煮食用具。面前嘅煮食用具就係用銅做嘅火鍋爐，當然仲會試下佢哋藏族人平時嘅食物。主人家會用手上呢啲草加入去火爐裏邊，令到啲炭更加容易燃燒起嚟。呢個係酥油茶，佢哋話好好飲嘅。這個酥油茶，香的，好像奶，好似奶油咁嘅味道。呢個酥油茶，我個人覺得就唔係個個飲得慣。我哋參觀完藏族家庭，跟住就係去到我哋響香格里拉最後一個景點納柏海草原。呢個大草原係屬於一個季節性嘅沼澤濕地，仲有呢個草原會隨住一年四季唔同嘅季節變化而呈現出不同嘅美景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嚟到納柏海遊覽，我建議大家可以選擇自駕或者包車，沿住納柏海嘅環湖路慢慢暢遊。另外，溫馨提示下大家，納柏海大草原響冬季11月至5月，湖入邊嘅水就會退走，嗰個時候你會見到好多牧民喺度放牛放羊。而夏季嘅6至10月，雨水比較充足，湖水就慢慢變成海，嗰個時候你會見到湖面倒影藍天白雲，好似天空之鏡。不過今次我哋3月份嚟到，感覺納柏海呢度好似冇乜特別嘅景色。雖然今次嚟到納柏海睇唔到特別嘅景色，但係沿住環湖路一路行，都會見到好多網紅嘅咖啡店，坐低飲杯咖啡打下卡都非常之寫意。好啦，遊覽完納柏海，司機大哥就送我哋到香格里拉嘅高鐵站，我哋就坐下午大約5點鐘嘅高鐵返去昆明市。
返到昆明市，我哋都係入住返夢境望月酒店。今日係響雲南嘅第7日，早上我哋會去到海虹濕地公園，因為呢個公園距離我哋酒店比較近。我哋早上遊覽完呢個公園，到咗中午我哋就會去機場搭飛機返香港啦。呢個濕地公園有呢啲透明嘅船仔玩，我哋嘅團友當然唔會錯過響呢個好靚嘅樹林爬船仔影相嘅機會啦。但係呢兩位團友好似唔識爬船喎，一路爬一路沉轉，搞一大輪都出唔到直路。呢啲透明嘅蛙艇租金每艘就90蚊1小時，最後都要工作人員幫手拉佢哋埋岸。響尾聲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及觀看我哋響雲南嘅旅遊特輯。好啦，中意呢條片嘅，請你幫忙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睇。響度呼籲下，未訂閱嘅朋友，請你幫忙訂閱啦！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見。